台南市伫6月底进前，路顶会全部拢换做 LED 的路灯哦。也毋过有议员发现讲有使用中国制的断电器，品质是真歹，有安全的疑虑。台南市的工务局是强调讲，明代质疑的这些设备哦有下规定，也毋过哦嘛已经搁再调查送验，若说真正有问题，会来依照契约规定来办理。 台南北区文城3路规排的路灯拢换做 LED 的，市府为着要省电钱嘛，希望互民众暗时在用路的时阵会当愈安全。对2021年开始改换做 LED 路灯，但是这批路灯最近有民代发现，敢若是去用到中国无合格的产品，根本就无符合 CNS 的规定，而且电路故障的负担数敢若有2.5 kA， 连10 kA 的基本标准数拢无，都要求市府紧甲有争议的路灯断电器拢换掉。 全无安全的，有当时人摸到惊用电到吼。市府签的开口契约要10 kA 值以上，但其实根据网友的提供的资料，它有可能是拿大陆的浙江的一个产品，狸猫换太子，给它换贴标，上面只有2.5 kA。工务局本回当初时招标拢有规范，厂商就要使用符合规定的设备。针对这质疑，会赶紧去检测。2021年这批的 LED 路灯报告是有9年的时间，若是厂商真正违反合约，那呢一定会换掉。经过我们的监造顾问公司审查，符合这个契约规定呢，再安装上去的。那有关议员咨询呢？ 那个上个地点的录音断路器，我们昨天已经拔起来送验。台南市拍算要甲22万外支 LED 路灯换掉，目前包括台南市区7股、西港、嘉义拢已经换好。因若断电机制主要是当超过保护器所限定的电流的时，电源就会随禁掉，避免甲人电到。工务局表示，已经撤掉送检的路灯断电器，若查到不合规范，就会照规定办理，保护用路人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国际新闻来看，